幾分鐘就明白晒。有冇試過自製雪糕好似冰磚？唔係你嘅問題，都係冰晶喺度搞鬼。大家好，我係滋味主義。材料陣容：希臘優格200克，鮮奶油150克，凍乾芒果50克，佢就係防冰晶嘅好幫手。香蕉就50克，仲有煉奶20克。將凍乾芒果打成粉末，佢嘅果糖降冰點，粉末吸水又防冰晶。呢個係科學嘅配方，隨便做都成功㗎。主要係記住5個關鍵點：希臘優格嘅蛋白網絡阻隔水分變冰晶，鮮奶油提供脂肪同空氣，令雪糕更輕盈更幼滑。凍乾果乾能夠吸收水分，粉末越幼細，吸水就越強。而香蕉嘅澱粉凝膠令雪糕更順滑。冷凍期間都唔使中途攪拌，防止溫差令冰晶膨脹。加入鮮奶油，倒入芒果粉，攪拌幾下，將粉末同鮮奶油攪勻，唔使將奶油打得過硬，打到中度6分法就得啦。再加入希臘優格、香蕉同煉奶，輕輕攪動幾下。呢個雪糕嘅份量係470克，總熱量770卡，蛋白質有22克，糖分42克。如果分為4份，每份嘅熱量就要193卡，蛋白質5.5克，糖分有10.5克。呢個自製版嘅雪糕比起超商嘅份量，蛋白質多咗1倍，糖分就少1半，熱量又少咗1/3。攪動幾下，只需10秒到20秒，將雪糕材料完全融合，好似咁樣就得啦。將雪糕倒入容器，輕輕震幾下，然後鋪上保鮮膜貼近表面，冚好蓋，密封好，就放入雪櫃嘅冷凍格，冷凍佢4至6小時，絲滑嘅雪糕就食得。話咁快就雪咗5個鐘，可以試一試雪糕嘅口感，軟硬適中，都好容易滗到雪糕。如果雪多1個晚上，雪糕質地就會硬少少。呢個係低糖版嘅雪糕，酸酸甜甜，好消暑㗎，你都快啲嚟試一試啦！加啲新鮮嘅芒果肉，同少少黑朱古力碎，增加雪糕口感層次。呢個純粹係個人喜好，怕肥就唔好加啦。最後一句話總結：就算同一杯雪糕嘅份量，自製版本蛋白質多1倍，糖分又少1半，真實食材，最重要都係零添加。喺呢個咁熱嘅夏天，食杯自製嘅雪糕都係唔錯嘅選擇。謝謝你嘅收看，下期再見。